国际上紧来看日本众议院的大选，日本首相塔加之所带领的自民党是摕到316席，占到超过1/3，嘛创下2战以来新纪录。另外一方面，新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是大失败。来看咱的详细报道。 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，日本众议院选举在8号登场。那么，经过1个晚上的开票作业之后呢，选举结果在9号上午是全部的出炉了。我们就来看到，在日本媒体报纸头版的上面呢，是放上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微笑的照片。那么标题上面还写着“自民党拿下压倒性胜利”，那么执政党获得2/3的席次。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开票当时自民党总部内的画面。 这间选举有高市早苗超悬的支持度带动，摕到压倒性的胜利。自民党已经占超过2/3的席次，达到发动修宪的人数标准，也创下2战以来新高纪录。不过，相对拄啊成立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，会当讲是惨败。这间选举高市早苗伫少年族群甲中间选民之间有正悬的支持度。 受到伊的指引，就连过去引发政治现金风波的自民党候选人，也有伫选情正激烈的选区，也就是台湾竞赛山口正也，经过高市早苗徛台了后，隆重当选。另外一方面，在野党是输舔舔，甚至连现任的共同干事长安祖顺，搁有伫国会质询台湾出代志言论引发风波的宫殿乞也，一寡资深的议员隆重落选。所落来，中道改革联合的共同代表野田佳彦也会负起政治责任。虽然这间的选举是让36党，搁再伫寒冬举办，就连东京都罕见咧落大雪。不过加上提早投票了后，整体投票率有56%，比顶间的选举也搁较悬。高市早苗将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，那么台日关系渴望继续维持。不过，这个中日关系冷冻，则是接下来必须要面对的课题。公司国际记者徐旭浩日本报道。